始終想再喧嘩，花與花，再不懂去愛嗎？活在大世界化做的人，如此冷酷嗎？其實命運就像大廈，如都市幻化，凌亂如燈火中的密碼。這一個家，會感激我嘅事，如何昂然行大志？人類會為突然想吃肉，誰來也抱住？盡世人的愛與被愛，並沒有人得最愛，結果人人都很無奈，是縱然陷入。大家好嗎？真心不必可愛或美好，只是怕在網上能見到，忘了怕路的點，不想人人望到。要是最後見面了，心中只感痛。陳年的好你沖兩杯，跟將愛靈才絕配。流連於我但也亦會，真的數隨時能翻倍。高級的你，賣相色相空配，就盼到假的敬佩。從柴可夫斯基作品講到巴拿那亦會，長年都只穿黑與灰，説話從來不過40分貝。高端知性是我色相空配，即使真心行壞萬倍。歡迎各位會員，啱啱第一隻歌係上一隻新歌啦，實物落差協會久等啦，因為由上年嘅11月去到依家足足9個月，多謝大家嚟到聽我唱歌。咁咧話明實物落差協會咧嘅主席咧做好期望管理先，因為我的而且確係唔夠自己歌嘅，咁所以咧今日呢個 show 咧，除咗有我自己嘅作品啦，有啲係啱啱出㗎啦，有啲係未出㗎啦，咁仲有一啲就係揀咗啲前輩唔同嘅作品，咁就串連咗一個故事。我每次一唱歌咧講嘢就唔叻㗎啦，咁所以就將想講嘅嘢都擺咗落啲歌度，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齊 enjoy 呢個晚上。因為咧我中學夾 band 㗎嘛，咁咧因為能力所限啦，嚟嚟去夾足5年啦，得1、2隻歌嘅啫，嚟嚟去就係森林啦，係。我見到中學同學喺度啦，我想問我中學嘅音樂老師係咪喺度啊？你喺邊啊？永尚，你記唔記得我哋上次音樂花神係10年前啊？2016年啊，7月14號喺度比賽啊，啱啱好10年，多謝永尚。冇佢嘅話，可能唔知會唔會唱歌，係同埋時也命也嘅，因為咧話説咧，我哋中學音樂堂咧就會為呢個合唱團試音噶嘛，就試到我前一個就落堂啦。咁跟住下一堂佢又唔記得咗我，嗰日我後一個開始，咁卒之我就冇試到音，跟住就入咗 band 隊，跟住我就揾翻呢件衫咧，我推心口啦，可以 full 還我森林，還咗啦，隔離開演唱會開緊。
多謝我啲中學同學喺7年前幫我做咗呢件演唱會嘅衫。同埋都多謝自己，雖然驚啦好多時候，但係我個人咧衰衝動，但係都好在衝動嘅。即係嗰時驚 busking， 但係算啦，買咗部 M 先啦，買咗會出㗎啦。跟住立個 friend 陪我先，跟住出咗2次佢都冇陪我，但係我都買咗冇理由唔去嘅。咁跟住試下就今日得到大家咁多人嘅支持，多謝晒大家入場。我諗我係一個好難集中又好容易怕辛苦嘅人嚟嘅，即係我成日我媽話我啦，樣嘢都3分鐘熱度，買到成屋都係，冇一樣嘢係玩多過1個月嘅，係得唱歌可能係真係由中學到而家。有時咧，你哋有時我唔知邊啲人啊，有時 DM 我，你點練歌㗎？跟住我慢慢就發現原來有啲嘢你好中意咧，你係唔會分做練唔練嘅喎。即係我就係唱歌咯，我又冇覺得係練喎。咁我就覺得其實人即係成日大家都話人一世要做到啲咩咧？我覺得好簡單，就係揾到一樣你唔知咩叫辛苦嘅事。希望大家喺自己好私人留俾自己嘅時間，可以揾到一樣忘記乜嘢叫辛苦嘅事。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讓每個人唱出心聲，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歡迎大家 subscribe 我哋 ，like、comment and share。